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，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，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戴安娜王妃。很久以前，在英国，有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孩，叫做戴安娜。她的故事就像一个现实中的童话。她在20岁那年嫁给了英国的查理斯王子，他们的婚礼吸引了全球7.5亿观众收看。那场婚礼就像一个梦幻般的童话。戴安娜穿着一袭闪闪发光的婚纱，让每个人都感到惊喜和喜悦。戴安娜成为王妃后，她的心却从未远离普通人的生活。她并不像传统的王妃那样只在王宫里待着，而是选择走进人民的生活中，和每一个人亲切地交谈和握手。她常常蹲下来和小朋友们聊聊天，或者拥抱需要安慰的人。这样的她，让每个人都觉得她是那么亲近，不像传说中高高在上的王妃。有一天，戴安娜王妃来到了一家医院，那里有很多罹患艾滋病的病人。那时候，大家对艾滋病还有很多误解，很多人都怕跟病人接触。可是戴安娜王妃却没有戴手套，她和病人们握手、聊天，她的行为震撼了全世界。她告诉大家，其实艾滋病患者和我们一样需要关爱，而不是孤立他们。她的勇敢让更多人开始关心和了解这种病，改变了大家的想法。不久之后，戴安娜王妃又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她来到了一个叫安哥拉的地方，这里因为战争而到处都是地雷，让很多人受伤。戴安娜王妃穿上了安全的衣服，走进地雷区，和那些因为地雷失去腿的朋友们拍了照片。她希望通过这些照片，让世界上更多人知道地雷的危害，并且促使各国禁止使用地雷。她的勇气让许多人都深受感动，这也促成了一个禁止地雷的国际条约。还有一次，戴安娜王妃收到了一封来自小男孩的信。这位小男孩生病了，他希望能够实现一个特别的心愿，就是和一位王妃一起吃午餐。这个小男孩的愿望让戴安娜王妃感到非常感动，她决定亲自帮助他实现这个梦想。那一天，戴安娜王妃邀请了小男孩和他的妈妈及妹妹来到皇宫吃午餐。为了让他们感到特别和舒服，戴安娜王妃准备了小男孩喜欢的食物，甚至还放了一架玩具车在小男孩的座位上，也为小女孩准备了一个可爱的洋娃娃，还给妈妈准备了一束美丽的鲜花。
午餐开始了，小男孩和家人坐在一起吃饭。他们的妈妈有点紧张，因为她觉得在王妃面前，自己一家人会感到不自在。可是戴安娜王妃却让他们感到很放松。她有说有笑，让大家都觉得轻松愉快。就在大家吃得高兴的时候，小男孩突然用手指拿起了鸡腿，津津有味地啃着。妈妈看到后，立刻觉得很尴尬，担心自己的家人在王妃面前不礼貌。然而，戴安娜王妃看到这一幕，并没有觉得不妥。她微笑着，也放下了刀叉，用手拿起鸡腿，和小男孩一起享受美味的食物。这样的举动让小男孩的妈妈松了一口气，她也笑了起来。大家都感受到戴安娜王妃的善良和体贴，她用自己的方式让每个人都感到自然和舒服。这样的高贵来自她的真心和关怀，而不是仅仅是皇室的规矩。戴安娜王妃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善良和高贵不在于身份地位，而是在于对别人的关心和体贴。即使是最简单的事情，像是一起吃顿饭，也可以因为善良和关怀变得特别。他的勇气和善良让他成为了全世界的榜样。我们也可以学习他，做一个有爱心的人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我们刚刚在故事里有提到艾滋病，你们知道什么是艾滋病吗？艾滋病是一种特别的病，它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比较容易生病。让我跟你说一个小故事，帮助你更好地了解它。好，想象一下，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超级厉害的军队，它每天都在保护我们，打击那些让我们生病的坏细菌和病毒。艾滋病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坏蛋，它会偷偷地进入我们的身体，慢慢地让我们的军队变得不那么强壮。这个坏蛋的名字就叫做艾滋病毒。当这个病毒进入我们的身体后，它会破坏我们的免疫系统，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比较容易生病。可是这个病毒它是不能通过普通的接触来传染的，比如说拥抱、握手或者共用玩具，这些是完全安全的。还有刚刚在故事里有提到地雷，地雷是一种很危险的装置，它像是一个隐藏在地上的小陷阱。地雷一般埋在地底下，平常我们是看不到的。当人或车子走过去时，地雷就会爆炸，这样会造成很大的伤害。地雷的问题是，它们不会自己消失，即使战争结束了，地雷还是一直藏在地下。很多人，尤其是孩子们，可能会不小心踩到它们，这样会受到很严重的伤害，或失去腿和脚。
有一些专家，他们可以安全地拆除这些地雷，这样做可以让土地变得安全，让大家可以自由地玩耍和生活，不用担心地雷带来的危险。记得戴安娜王妃，她关心那些受地雷困扰的人，帮助大家了解地雷的危险。因为她的努力，很多人开始关注和解决地雷问题。大家都一直记得，她是一位非常关心别人的好王妃。希望你们也喜欢今天的故事哦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，拜拜。